假設如果有一日你輸晒你所有嘅錢，並且將你隨便放喺一個街頭上面，唔知你覺得你會點呢？不過今日要介紹呢本書嘅主角，佢就有信心，佢可以喺5到10年之內就會再次變得富有，因為佢相信呢，財富係一項能夠掌握嘅一種技能嚟，而且佢仲話任何人都可以掌握。Hello， 各位型仔型女，大家好，歡迎又返到嚟越讀越有型，我係 Andre。啱啱講嘅呢一位咁有型嘅人就係納瓦爾 Naval Ravikant， 佢係矽谷一位傳奇嘅印度裔天使投資人、連續創業家以及 AngelList 嘅創辦人。當中佢就以投資 Uber、Twitter 等知名科技公司聞名。而呢本書嘅作者 Eric Jorgensen， 佢又將呢本書集結納瓦爾歷年來嘅一啲金句語錄，當中涵蓋咗納瓦爾好多嘅人生智慧，包含咗佢係點樣創造佢嘅財富，佢點樣思考同選擇，點樣變得幸福快樂，以及佢秉持嘅人生哲學。由於呢本書嘅精華實在太多太豐富，為咗令大家可以聽得舒服同清晰一啲，所以我決定將呢一本書嘅分享分開上下2集。咁不如我哋即刻聽下第一部分嘅內容啊！以前嘅我其實好單純咁覺得，有錢就等於人工高，只要有一份穩定嘅工作，每年都加人工，咁我哋嘅人生自然就會向上流。但當我真係出嚟做嘢之後，我開始發現你幾努力同你有冇真正變得有錢其實係2回事。我記得啱啱畢業嘅時候呢，我好着緊份人工有幾多，就算去見工啦、傾人工啦，甚至之後到我轉工嗰陣呢，全部都圍繞住一個問題，就係我會喺度諗，究竟邊度出價高啲呢？究竟點先可以快啲令自己每個月嘅人工可以加上去呢？但係慢慢我開始發現，如果我只係用時間去換錢嘅話，其實個上限好明顯，一日就係得24個鐘，你就算再努力，你都係用緊你自己嘅時間去賺。直到我睇到呢本書入面嘅一句說話，好似打醒咗我咁。納瓦爾話：致富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你嘅選擇同槓桿。而講到運氣，我以前都會諗，咁如果人哋真係好好運呢？納瓦爾佢就講過，運氣原來有分4種。第一種係最常見嘅，就係純粹靠運氣，就好似中6合彩呢一種運氣呢，係完全唔受你控制嘅。第二種嘅運氣係透過你自己不斷行動、試錯、努力，最終令機會跑出嚟嘅運氣。第三種就更加進階，就係當你喺某個領域夠專業，你會覺察到機會，而其他人未必會留意得到。而最後一種係最有型、最有料嘅，就係將你自己變成一個令機會會主動接近你嘅人。例如，如果你係一個世界級嘅潛水員，當有人發現寶藏，而佢哋冇勇氣，亦都冇技術同經驗落唔到水，佢哋第一時間就會諗起你。咁呢個時候，你個運氣就係由你自己創造出嚟。呢個觀念令我開始反思，我做緊嘅嘢有冇令我自己變成一個機會會主動接近我嘅人呢？例如，我開始經營呢個頻道，同大家分享讀書內容。一開始真係好少人睇，但我突然明白到一樣嘢，或者呢一個就係槓桿。因為我錄一條片可以喺網上分享俾100個、1000個人睇，甚至可能喺幾年之後仲會有人繼續睇。咁呢一種透過網絡建立嘅服務同方法，就唔會再受限於我1個鐘可以服務到幾多個客。納瓦爾仲講到，真正嘅財富唔係指名車名錶，而係指即使你唔做嘢，甚至係當你瞓緊覺嘅時候，佢都會幫你賺錢嘅資產。呢個觀念對我衝擊好大，因為以前嘅我一直以為只要努力就夠，但而家先發現，相比起盲目咁付出，建立屬於自己嘅資產，先係真正可以帶嚟持續財富嘅方法。佢仲有一句說話，我想反過嚟問下你，你而家學緊嘅究竟係人人都可以學識嘅技能，定係屬於你自己嘅具體知識呢？如果一樣技能可以被訓練、被取代，咁遲早都會有人取代你。但真正值錢嘅係嗰啲來自你嘅興趣、你嘅經歷同埋你選擇嘅能力。所以你可以花少少時間去諗下，你自己嘅優勢到底係咩呢？你做過嘅嘢，你行過嘅路，你中意嘅事，其實有冇可能唔係零散，而係可以組合成一個只屬於你嘅價值？但講到呢度，其實仲有一樣好重要，呢樣就係內心。納瓦爾講過一樣我好有共鳴嘅觀察，
佢職業生涯初期見到嘅一啲好叻嘅人，幾乎全部最後都成功。佢哋成功嘅原因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係佢哋夠堅持，撐得夠耐。成功幾乎永遠都唔會喺你預期嘅時間發生，但只要方向啱，時間夠長，佢終究會發生。而大部分人失敗，其實唔係因為唔夠努力，而係缺乏耐性，太早放棄，太快想見成果。但納瓦爾話，如果你不停計住回報，你嘅耐性只會被消耗晒。所以真正嘅做法係揀啱方向，然後長期堅持落去。最後我都有一個自己嘅小轉變想分享。以前我會好焦慮，覺得自己進步得好慢，但而家我開始接受一件事，致富係一場長期遊戲，唔係2-3年，而可能係10年、20年。你要慢慢建立聲譽、建立技能、建立信任。當你以10年做單位去做思考，你今日嘅選擇就會完全唔同。同埋最後一樣好現實嘅事，金錢唔會令你快樂，但佢的確會俾到你自由，幫你解決生活上好多外在嘅問題同煩惱。所以努力獲取財富係值得嘅，但你都要記住，最終你仲要學識點樣令自己變得快樂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分享，記得俾 like、subscribe、comment 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你哋嘅支持係我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